一、电影院，目前上映电影《喜欢你》《速度和激情8》和《一念无名》，但照顾周晓情绪，建议在前两者中择优订票。二、火锅店，环境嘈杂，但因周晓在前一天的对话里强调过，故依旧放进备选。约会吗？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我们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我看这个手工作坊挺有趣的，我们去这儿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坐稳了啊。昨天下雨了，给了你一把伞，不记得今天还姗姗来迟，笑着对我说没有，还期盼你突然送惊喜给我，把雨伞放在我身后。着迷你自由自在，像个小孩，没有愁。特别你笑的时候，阳光配合的颜色，轻便你发带有点小笨拙，也对你不放手。时光慢慢把我们幸福装满，怎么转弯，最终回到我们美满的地方，美到光，你定义浪漫的方向。时光慢慢把心的种子浇灌，爱很简单，接住手中的陪伴，不麻烦，一定装满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。放包里。昨天下雨了，给了你一把伞，不记得今天还姗姗来迟，笑着对我说没有，还期盼你突然送惊喜给我，把雨伞放在我身后。着迷你自由自在，像走了。小孩没有愁，特别你笑的时候，阳光配合的颜色，轻便你发带有点小笨拙，也对你不放手。欢迎光临，两位想体验些什么？再快看，护卫印，他居然做了一坨屎哎！我也要做，我要做坨更大的送给你。真的不用这么客气。你真的不要？哎，他其实挺有创意的，而且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干嘛？这样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有小皮筋的男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扎头发的手法也太熟练了吧！